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17天。前线总共记录了175次战斗。在库尔斯克前线根据开源情报网信息，昨天乌军基本控制了乔特基诺镇后，又拿下泰特斯诺南部边境地区。俄军反攻未果，目前已被迫后退。乌军第6游骑兵团歼灭了俄军一支突击队，还抓获了几名俘虏。乌军目前正在对泰特基诺等多个方向展开进攻。俄军第56突击团已经被包围。在苏梅州前线俄军对苏梅方向进攻已基本停滞，并已撤退回俄本土。乌军成功收复了一度被俄军控制的安德里夫卡、奥列克西耶夫卡、亚布鲁尼夫卡和洛克尼亚4个定居点。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63旅与俄军第6集团军第25摩步旅在科利斯尼基夫卡定居点附近发生激烈交火，并抓获几名俄军俘虏。不过俄罗斯6月17日深夜发动了对乌克兰大规模的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残酷袭击了基辅以致15人遇难，超100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17日深夜，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大规模空袭，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大量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持续近9个小时，造成至少15人死亡，114人受伤。基辅多个行政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方在当晚共发射了472件空中武器，包括约280架沙赫德无人机、32枚导弹，其中包含2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乌军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428个目标，包括239架无人机与15枚巡航导弹，1枚匕首导弹被拦截，另1枚疑似失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军的行动是恐怖主义行径，并强调这是基辅自战争爆发以来最为猛烈的袭击之一。他说超过440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袭向乌克兰全境，国际社会必须像应对恐怖组织一样做出果断回应。基辅的市长克里琴科证实市内8个区遭到袭击，其中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导弹击中，部分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这个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那拍视频和照片那个完全的是个民用建筑就是一个民用住宅楼被导弹击中。紧急部门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克里琴科还宣布6月18日将定为基辅的哀悼日。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就是这个基辅州的州长克里琴科在那儿演示这个俄军用这个集束炸弹袭击了基辅，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子母那个弹头这个克里琴科告诫这个乌克兰人不要靠近这种弹头，非常危险。他们正在清理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现在已经处于疯狂状态，用轰炸这种平民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妄图这个吓唬住乌克兰，摧毁乌克兰的抵抗的决心基辅以外周边城镇也遭受打击。乌克兰铁路公司表示一列运输粮食的货运列车遭袭，部分车厢翻覆，所载粮食洒落地面，但铁路线将迅速恢复，交通不受影响。乌外交部副部长西比哈指出这轮大规模袭击发生在7国集团峰会召开期间，是俄罗斯对国际社会蓄意发出的挑衅信号。他呼吁西方国家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对莫斯科施加真正的压力。6月17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朱利亚尼机场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出现火灾。乌克兰电视台援引乌克兰媒体的消息对此进行了报道。确实这么大规模的袭击是俄罗斯对国际社会的藐视尤其是对美国的。在3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双方无条件停火1个月。那泽连斯基是积极响应，但是俄罗斯是阳奉阴违根本就不给特朗普面子。3个月过去了，还在轰炸基辅这个6月15日消息说，《金融时报》援引多位消息人士和现场照片报道称，6月9日晚，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办公大楼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损坏。这个是美国的资产被俄罗斯人炸了。特朗普不仅不谴责俄罗斯，不制裁俄罗斯，反而跟普京眉来眼。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呼吁停止对平民区域的攻击，并强调任何针对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可能构成战争罪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重申
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防御权利。6月17日，根据电报频道报道，俄罗斯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赫尔松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击。该频道消息人士报道，袭击导致赫尔松市中心区停电，爆炸主要发生在赫尔松市的港口。他指出，赫尔松市中区、港口和市区其他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今天俄方对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冷酷无情的联合攻击，这是对国际社会为制止这场战争所做一切努力的公然的藐视。这一切就发生在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之后。普京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中东调停者，并企图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在德黑兰的同谋。如果世界能秉持原则做出反应，拒绝落入俄罗斯的宣传陷阱，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当然，乌克兰也没闲着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莫斯科时间6月16日23点至6月17日7点期间，147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被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击落。消息称这些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别尔格莱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沃罗涅日、奥廖尔、坦波夫、图拉地区以及莫斯科地区被拦截。自6月16日晚以来，俄罗斯上空被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数量已达198架。据俄罗斯国防部报道，当晚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别尔格莱德地区摧毁了51架乌克兰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伤亡情况或后果。总之，双方目前是以互相轰炸为主在战线上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俄罗斯人发动的这个夏季攻势似乎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动作，也有可能俄罗斯现在在积蓄力量在这个调动资源。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奥地利表示愿意出面帮忙调解与俄罗斯的谈判，让双方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同时，奥地利想协助那些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帮他们重新回到自己在乌克兰的家人身边。奥地利希望通过这些行动推动问题解决，让局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这个泽连斯基不是去奥地利访问了吗？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副总理巴布勒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说选择奥地利作为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的地点。巴布勒解释说奥地利作为一个中立国家，是开展此类谈判的理想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到了与俄罗斯的进一步谈判。这位政治家表示他将在与俄罗斯完成战俘交换后决定是否参与这一进程。预计俄乌战俘交换工作将于6月20日至21日完成。英国首相斯塔默说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是一次广泛讨论全球安全问题的机会。根据天空新闻台报道，斯塔默说如果普京不同意就针对乌克兰的停火进行谈判，7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据悉，英国首相在前往加拿大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途中表示，此次会议是与盟国就全球安全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一次机会。斯塔默还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出席此次峰会。斯塔默在与记者谈话中表示泽连斯基总统将来到我们这里，因此我们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集体讨论这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让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以实现无条件停火，这并不容易。斯塔默补充道如果莫斯科不同意坐到谈判桌前，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是7国集团峰会讨论的内容之一。英国首相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很好，这对于解决冲突，包括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斗非常重要。他指出，我认为7国集团是我们审视全球经济、贸易和其他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斯塔默显然是想多了他高估了特朗普。就在这个 G7 峰会上特朗普不仅不同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反而替俄罗斯替普京叫屈。他认为这个 G7 集团以前是 G8 集团，但是后来奥巴马和特鲁多两人联手把俄罗斯给赶出去了，让普京受到了屈辱。大家看视频The G7 used to be the G8. Barack Obama and a person named Trudeau didn't want to have Russia in. And I would say that that was a mistake, because I think you wouldn'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you had Russia in. And you wouldn'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Trump were president 4 years ago.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 way. But it used to be the G8, and now it's, I guess, what's that, 8 years ago, it switched over. They threw Russia out, which I claimed was a very big mistake. Even though I wasn't in politics then, I was very loud about it. It was a mistake in that
you spend so much time talking about Russia, and he's no longer at the table, so it makes life more complicated. But you wouldn't have had the war. And you mentioned Putin. Do you think that he should have a seat at the G7 today, that it should be the G8? I'm not saying he should at this point, because too much water's gone over the dam, maybe. But it was a big mistake. Obama didn't want him, and the head of your country, the proud head of your country, didn't want him. This was a big mistake. You wouldn't have that war. You know, you have your enemy at the table. Even I don't even consider him. He wasn't really an enemy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concept. If I were president, this war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ut likewise, if he were a member of what was called the G8 at that time, it was always the G8, you wouldn't have a war right now. Why not have China here,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Well, it's not a bad idea. I don't mind that. If somebody wants to suggest China coming in, I think we suggest. But you want to have people that you can talk to. You know, they don't talk to. Putin speaks to me. He doesn't speak to anybody else. He doesn't want to talk because he was very insulted when he got thrown out of the G8. As I would be, as you would be, as anybody would be. He was very insulted. And, I mean, he was thrown out by Trudeau, who convinced one or two people, along with Obama. He was thrown out, and he's not a happy person about it, I can tell you that. He basically doesn't even speak to the people that throw him out, and I agree with him. 这个特朗普啊，颠倒黑白啊，为了给普京洗地啊，也是豁出去了啊。2014年春，俄罗斯因非法入侵、吞并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被踢出8国集团。这个显然第一个啊，没有特鲁多什么事，因为这个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啊，他是2015年11月才上任加拿大总理。俄罗斯啊，被踢出8国集团是2014年春天，这个锅啊，怎么扣也扣不到特鲁多的头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不是俄罗斯悍然出兵啊，侵占克里米亚，他怎么可能被踢出 G8 集团呢？所以这个特朗普啊，可以说他是基本上倒向了这个俄罗斯啊，或者至少心里面他是非常同情普京啊，想帮普京的。这个特朗普在加拿大的这个峰会期间还告诉记者啊，他说当我对一个国家实施制裁时，美国要花很多钱，这不仅仅是让我们签署一份文件，而是数十亿美元。制裁并不是那么简单。他同时就拒绝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一事发表了评论。美国总统强调啊，到目前为止，欧盟当局尚未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他还拒绝猜测，如果实施此类限制，可能会得到哪些支持。特朗普在谈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时，补充指出，我正在等待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协议是否会签署。特朗普等待这个所谓的协议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已经等了1个月又1个月。普京是耍他呀，他现在眼巴巴的等着，他无非是想给拖延制裁俄罗斯找个借口，他内心里并不想制裁俄罗斯啊。当然了，关于制裁还要看欧盟的啊。欧盟公布了到2027年底停止使用俄罗斯天然气的计划。路透社报道啊，根据提议文件，自2026年1月1日起将禁止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现有的短期合同必须在2026年6月17日前终止，长期合同则需在2027年底前终止。欧盟计划通过贸易法规实施禁令，而非引入新的制裁措施，这样即便匈牙利或斯洛伐克反对，也能禁止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需要所有的欧盟国家支持该提议，也就要全票通过。但如果采取贸易法规，则需大多数成员国批准啊，也就行了。金融时报曾报道，欧盟可能采用贸易法规替代制裁。该提案将由欧盟成员国讨论之后，需获得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你说就一个不从俄罗斯买天然气，就搞得这么复杂。欧盟委员会将修订第18轮制裁方案，纳入白俄罗斯作为制裁对象。也就是这个欧盟的第18轮制裁方案出来之后啊，发现少了一个国家，那就是白俄罗斯。现在把白俄罗斯再拉进来。英国宣布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英国周二宣布，因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英国首相斯达默将此举描述为7国集团协调行动的一部分。英国政府网站发布的通知称，英国最新制裁针对的是4个个人，
6个实体和20艘船只，其中包括邮轮、海运相关公司以及向俄罗斯提供商品，尤其是电子产品的供应商。预计斯达默将于周二晚些时候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公布制裁细节，也就是英国、欧盟还是在继续勒紧这个俄罗斯的脖子勒紧普京的脖子。这个世界经济研究所报道他说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首次超过美国，这要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2025年3月至4月，欧洲国家大幅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弥补了美国援助的暂停。根据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欧盟军事援助总额达到了720亿欧元，而美国为650亿欧元，瑞典16亿欧元和挪威6.7亿欧元的援助金额均创历史新高。英国提供了45亿欧元，其中包括来自冻结俄罗斯资产的18亿欧元。法国提供了22亿欧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的支持增加的同时，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减少了援助。德国援助额比去年减少 70%。美国自1月以来没有提供新的援助。那按照这个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说法从3月、4月、5月到现在，美国它已经基本上不援助乌克兰了，没有新的援助。那缺失的部分都是由英国、法国、瑞典、挪威这些国家补上了。特朗普又是玩了一出虎头蛇尾，对吧？跟乌克兰为了一个矿产协议扯了半年，最后矿产协议签了，啥也没有，武器没见着，援助没见着，最终还是欧洲人补上。特朗普和普京打了电话他们讨论了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战争。普京在电话里面说愿意担任双方冲突调解人。特朗普说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表态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俄方当前仍深陷俄乌冲突，而且多年来一直不尊重联合国宪章。马克龙15日访问丹麦格陵兰岛时表示，普京缺乏担任以夷为基的调解人的信誉。他说，我不认为俄罗斯能够担任以夷之间的调解人，因为俄罗斯正陷入一场高强度的冲突，而且多年来一直不尊重联合国宪章。马克龙这番话凸显出欧洲越来越怀疑俄罗斯可在全球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莫斯科仍深陷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而且加大了对乌克兰全境的轰炸，他有什么脸去调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俄罗斯持续因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而遭受国际谴责。事实上，自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也一直不愿意接受川普为促成俄乌停火提出的建议。泽连斯基先前警告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导致全球油价飙升，这会让俄罗斯增加石油出口收入，有助于其提升国防能力。但在另一方面，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减缓。实际上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这种打击对乌克兰来说是有利有弊不利的一面就是刚才说的，由于这个中东局势紧张，这个油价就会飙升伊朗会不会狗急跳墙要封锁霍尔果斯什么海峡，那国际油价会进一步飙升，这个至少会抵消欧盟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普京可能还大发战争财因为油价可能涨到130、140这个当然对乌克兰来说不是好消息，但是也有好消息根据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大规模轰炸，伊朗暂停向俄罗斯提供所有武器。尽管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的零部件大部分可以在俄罗斯国内生产，但动力装置仍大量从伊朗进口，包括它的活塞发动机和微型喷气发动机。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沙赫德无人机恐怕要断货了。我们再看看6月17日，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应俄总统普京特别委派，再次访问朝鲜，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这个非常寻常绍伊古这是3个月来第3次访问朝鲜，同时也是这1个月来第2次访问朝鲜，也是绍伊古跑朝鲜跑得太勤，跑得太密。那他跑朝鲜来干什么？根据媒体报道说绍伊古表示此次平壤之行主要目的是讨论安全问题。应这个俄方邀请说朝鲜领导人金司令官已决定派遣5000名军事建筑工人前往俄罗斯修复被乌克兰摧
毁了基础设施。朝鲜还将派1000名工兵前往俄罗斯进行扫雷作业。此外，俄朝将设立纪念碑，纪念在解放俄罗斯领土过程中牺牲的朝鲜战士。简单点说啊，也就是普京啊要朝鲜支援泥瓦工啊、建筑工人，显然这不过是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为5-6千名这个民工，对吧？泥瓦工完全犯不着绍伊古这么密的跑啊。实际上啊，完全有可能因为中东局势发生变化，以色列对吧和伊朗打起来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同时就有2场战争，一个是俄乌，一个是以色列和伊朗。这个时候啊，普京一面说他要参与协调啊调停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他是想把水搅浑了，他想把朝鲜进一步拉入水中啊。这样你看看，就变成了几个国家和几个国家之间的混战，这不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普京很有可能在筹划在谋划俄罗斯、伊朗、朝鲜形成一个什么类似于邪恶的轴心呢，来对抗文明世界。司令官跟伊朗方面啊联系不是那么密切，那么普京这次紧急派绍伊古去，很有可能是帮他协调司令官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要他们结盟。这个司令官是一个也是赶，俩也是放，反正俄罗斯他也支持了，他再支持伊朗一把又能怎么着？反正是破罐子破摔啊，全世界拿他没办法。他很有可能啊反过来再向伊朗输送武器。这个伊朗啊，对吧？炸了几天了，那导弹差不多也见底了，沙赫的无人机差不多也快了。更重要的是，你即便有工厂，那个以色列人会炸呀。所以伊朗啊越往下打越需要武器，很有可能啊朝鲜7绕8绕的把武器就运到伊朗。普京的如意算盘啊，俄罗斯、伊朗、朝鲜形成一个铁三角，甚至如果再加上什么吉安组织，这个虽然不顶用，但是拿出来唬人还是可以的，对吧？这拉到一起吃饭的还是很有排面的，一桌子都能坐满，一看这声势也不小啊。然后再忽悠，对吧？2个印度啊，再一搅和，这个水就深了。普京不可能为了5000个泥瓦匠让这个绍伊古，对吧？又往朝鲜跑一趟，这也是把这个普京啊，把俄罗斯从这个俄乌战争中这个泥潭中啊，给他拔出来的一个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3年半以来啊，俄罗斯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拉朝鲜下水，通过拉朝鲜下水，对吧？再把这个大国拖下水。如果逼急了啊，乌克兰的这个武器啊，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对吧？它攻击朝鲜，战火烧到了东北亚，那你说某大国怎么办呢？所以风险就来了啊！就算乌克兰他没这个手段啊，暂时做不到，但是如果啊，朝鲜在这个普京的这个唆使下、怂恿下，参与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斗争啊，那以色列人家是可以做到的。到时候把朝鲜给锤了，大国该怎么办？所以说啊，这个地波老人是处心积虑啊，绞尽脑汁的想把大国拖下水。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